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8月21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面对极端的气候加低压带影响，最近天气状况非常无稳定，所以为了应应好大雨发生，市长黄伟哲上午特别前往麻豆视察麻油抽水站，了解抽水站设备运转的情形，确保抽水站在好大雨发生的时阵会当真正发挥功能。为改善麻豆地区容易积水的状况，配合麻豆工业区市地重划的开发，市府在麻豆工业区内兴建麻港甲麻油2个抽水站，并且在110年9月完工。麻油抽水站设入3台1秒3档的抽水机，麻港抽水站3台1秒4档，集水的面积达到118公顷。在鼻头排水水位上升的时，内水会用透过雨水的伤涵排到滞洪池，然后再去靠抽水机来排水，有效提升麻豆交流道区域甲工业区整体的防洪需求。2018年0823的时候也淹得很严重，在皮头、在林阿拿以及在小皮这边还有市区都有淹水。到了2020年的时候，也有这个虽然面积减少了，但是也还是有淹水，在林子寮跟小皮社区也都有淹水那就是说，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过去到现在治水的工作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就一步一步的做。我今天主要还是希望说，大家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抽水站以及箱涵的建设，都希望民众能够得到一个最基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尤其麻豆很多农民都种柚子，柚子可以说1年才收获一次，如果碰一次这个夏天的台风或是淹水整个今年度就收入都泡汤了，对农民来讲很不公平。所以我们不管是抽水机、抽水站的建制，或者是农路的整修，甚至帮忙文旦柚子成熟之后帮忙产销、帮忙销售，这些都是政府也能够帮忙民众来做的。我们也愿意让努力来做，然后提供给农民众更好的生活。另外，为提升麻豆鼻头排水的周边防洪的量能，除了麻油甲麻港抽水站，另外下游还佫设入永安宫的抽水站、小鼻抽水站，甲林阿那社区的简易型抽水站，总抽水量会用达到1秒35档，投入的工程经费达到13.2亿。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的文旦将要进入3期，市长黄伟哲上午特别出席台南文旦外销加拿大客运活动。第一波将有7栋的文旦要销往温哥华甲多伦多2个城市。市长表示，除了日本甲加拿大的市场以外，今年也将积极甲新加坡洽谈，希望世界各地都会当品尝到优质的台南文旦。距离中秋虽然还佫有1个月话。占全台大约35%产量的台南文旦，因为品质好，唔定伫国内市场受到消费者的欢迎。经过北美的通路商每年采购台南的文旦，第一批将有7栋的文旦成果销往加拿大的温哥华甲多伦多的城市。另外，市长嘛表示，今年将甲新加坡来洽商，希望台南的文旦会用拍开世界华人的市场。继去年在农粮署的协助下，我们麻豆文旦进攻到日本能够进入打入日本的一部分县市的营养午餐之外，我们去年也封柜麻豆文旦到加拿大。那今年除了日本、加拿大之外，我们也这个可以进入到新加坡市场。新加坡基本上是华人社会，他们也过中秋节，他们也对优质的台南麻豆文旦很有兴趣。因此呢，我想这个部分一方面把饼做大，一方面把品质提高，第3方面大家会觉得说，连外国人都可以享受到优质的我们台南文旦了，那何况是我们自己国内市场？所以呢，一方面让国内外销都畅旺，让农民的收入能够提高变好，这个是我们努力的目标。目前为止大概半个货柜吧，那新加坡已经有大概2-3个货柜，那接下来日本也还在洽谈中，不过也很快，因为距离中秋已经剩下一个月今年1个月多一点点，剩下40天。那我们知道
事实上在加拿大送到加拿大大概3个礼拜，好，那到日本大概3天，啊，到新加坡大概4天到5天，所以我们都会把握这个传奇，能够让我们最优质的这个文旦能够达到最优质，送到最优质的消费者手中。这已经拢几啊10吨的老樟油，啊，因为配合加拿大的厂商，阮已经叫伊配合几啊吨啊，食了伊品质感觉满意，所以讲一年的量一直增加，啊，这嘛对咱麻豆的油仔来讲嘛是真好的现象，互咱的压力会当愈来愈少，希望大家共同打拼，提升咱台南麻豆的油仔的品质，互伊伫世界上拢有当，互消费者食会到，互通路愈来愈大，啊，大家会当愈卖愈好。市府农业局表示，因为台南是全台上早进入文旦产季的产区，对8月份开始，就已经陆续有大果加中小果的采收。因为品质好，国外订单嘛一档比一档增加。农民表示，虽然今年的文旦伫个4、5月份，因为雨水少，粒头有较细，不过后来雨水充足，品质就有追倒转来，整个产量大概甲往年差不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湾母苗志工协会为110年的开办奖助学金，来帮助弱势清寒的学生。到今年第3档，扩大奖助为高中、国中到国小，总共332位学生。协会3档来已经颁发超过350万，将近600位学生受到帮助。市长恩伟提马亲身前往鼓励。来到台南海事学校，已经有真侪学生期末礼堂，因拢是今年台湾母苗志工协会所要奖助的优秀学生。伫社会局甲国校的推荐，对高国中到国小总共有332位。会中伫台南海事精彩太鼓甲人赛组阵正式展开典礼。会中市长吴韋特嘛亲自到场颁奖，对着协会盛行相当感佩。有332位优秀的同学，这个除了见证我们武庙志工协会平常对于我们这个学生各位同学的一个奖励之外，很重要的，武庙志工协会又出钱又出力，又有慈善会，又对社会公益有多所贡献因此今天在座非常多的各位校长共同见证我们武庙志工协会可以说是对我们台南市很大的帮忙。那现在已经8月下旬了，在接下来就要开学了，8月30号中小学就要开学了。因此在开学前，特别谢谢各位这个武庙志工协会的师兄师姐，能够对于教育卓越的贡献。根据了解，台湾母苗志工协会颁发奖助学金，今年已经迈入第3档，受助学生已经将近600位，超过350万。理事长刘金秀强调，得希望发挥关圣帝君的慈悲心。我们关圣帝君也是对我们也是一种最重要的那个信念，就是对我们就是说跟随他就是感觉就会有那个正义还有正念那随着时间，我们跟他就是我们感觉我们应该多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所以就说开始就是从这个方面就再多加强。希望我们以后随着关圣帝君，再做更多有益的事。政府甲民间的资源协力，要来鼓励清寒优秀的学生努力向上，未来有能力嘛来回馈，帮助更较侪有需要的人，传承爱的循环。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台南市国际创意美学设计工业比赛，19号伫南道里活动中心登场。除了真侪充满创意的作品参赛以外，阁有行动科技美容、手工精油纱纹的制作，而且选手直接伫现场车拼，加上泰国、越南、印尼等新住民的助手，非常的热烈。疫情解封以后，由建新生机等单位协办，台南市市立时尚美学管理协会所承办的台南国际创意美学设计工业比赛，
伫南区公所的指导，19号正式伫南都里活动中心展开，包括为群设计、手笛啊以及面纸、客啊等生活的文化创意用品，拢一一参赛，手艺有够赞。另外，现场也阁有手工精油灰做的创意比赛，用同款的材料要发挥无同的变化。加上行动科技美容等5组比赛，总共吸引90几个选手参加，除了互相交流，嘛伫专业评审的鉴定，提升家己的技术，为第2专场甚至创业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我们办这个活动是帮这些我们爱美的人士或想要学第2专长的人，他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的比赛成果。那最重要，我们这次今天有办的科技美容组。还有我们精油皂的社区组跟社会组，还有一些文创的一些商品，中西式新娘，还有我们的异国服装，有4个国家来做一些他们的国服，来帮他们做一些走秀，然后带动我们整个新住民这些弱势的族群呢，帮他们提升，也是在市场的一个竞争力。整个创意美学比赛除了吸引社会组，也阁有来自泰国、越南、印尼等新住民来参加，总反映各界特色服装来走秀，成为一大焦点。很多好姐妹也透过这个协会，她在工作上面得到的第2春哦，因为她自己已经有一个专业的，而且有技术，所以在这个工作职场上面，她们能够自己发挥出来，那也受到很多人的肯定啦。台湾丰富的国际创意美学设计比赛，议员林美燕甲一个民代贵宾嘛拢到场见证这群美丽团队，顶天的就是自信活力。用技术甲实物结合，创造就业的第2春。今日新闻本集采访报道。咱先去关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做16岁是府城特有的传统，安平开台天后宫今年做16岁，主题定做成功启航，穿越福尔摩沙，要来勉励参加的青年朋友，会当成功启航，迈向世界舞台。安平开台天后宫做16岁活动，20号上午伫庙埕头前登场。活动规划皇帝下清温，2节目间安平巡礼等多项活动。同时，为了让参加学生伫巡礼时会当更加认识台南的历史，庙方特别安排一位导览老师带队解说，并邀请李青山老师担任导览团的总顾问。安平开台天后宫主委罗友丽表示，希望参加活动的少年朋友爱注重孝道，用感恩的心回报父母以及家庭的养育之恩。下问咱家长会学子吼，就是讲一定爱知影怎么样去弘扬你们那个应该有的这个孝道。咱的父母亲、咱的祖父母，拢给恁起啊早，您已经长大成人。能够独立的这个阶段，所以你们一定要有那个感恩的心，来对应父母亲哦怎么样的来那个感谢、那个感恩他们。头先我要入来时阵有家长跟我讲，哦，咱感谢咱的主办单位吼，真正足用心的办这个活动，互咱的囡仔知影讲，咱今仔日已经变大人啊，以后所有代志
拢是爱由咱家己来承受，所以足感谢着苗峰啊。参加这次做16岁少年朋友内底，有2位新众朋友报名，副市长叶铁山以及主委罗友礼也祝福因当大人，并致赠6000块的奖助金，鼓励因爱持续努力上进。安平开台天后宫今年的这个16岁的成年礼，总共有将近400多位的学子共同来参与。那做16岁是台南独特的一个成年礼的活动，透过这个活动让大家了解年轻朋友们过了16岁之后对自己的责任跟义务的一个加重啊。那也感谢父母亲对他这么长久以来的一个照顾啊，所以透过天后宫的这样子的一个办理，其实让整个16岁的活动更加的具有意义。那透过很多的宗教仪礼的部分，那也让大家认识台湾历史的开源安平这个历史。那今年也特别搭配了让他们搭船可以航向成功，穿越福尔摩沙，也希望他们未来的大志可以朝向一个全球去做发展。苗峰表示，今年做16岁名额原本只有350个，但因为报名踊跃，名额马上就要抢了。主办单位特别加开50个名额，但同款嘛是秒杀，可见活动举办相当受到欢迎。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做定格马各居士农历7月连续3天举办法会，21号由若本天津仁波切代表将信众参赞的普渡贡品捐赠给社会局，做定甲药政区公所来关怀弱势。仁波切表示，总团佛教无规划习俗，毋过入境随俗，所以嘛举办普渡，将普渡品用来做善事。柑仔甲居士普渡众生活动，21号上午9点到中昼12点，伫柑仔甲居士门前发送。主办单位特别将3坛保温超健发挥普渡贡品捐赠予指定有这2区的弱势民众，而且每一项内容物拢非常顶级，有鲍鱼罐头、干贝、腰果等等的食材，非常的澎湃。问到若本天津仁波切为什么爱捐这物资，伊讲行善做得到啊。我们特意将普渡的物资有经过挑选，然后普渡完之后，再将这些物资送给需要的人，尤其是弱势家庭。那有人问我说啊，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我想了好久，我找不出答案来，因为习惯了做好事就是做好事，做好事不需要理由。做好事的人以及得到帮助的人，内心都同样会心怀感恩，所以心里面快乐是最好的布施。非常感谢，可以呢用这一个小爱化成大爱，然后让爱呢不断的延续下去。那也非常感谢格马葛居我们仁波切，还有蒋营基金会这一种义行呢，也希望持续下去，也希望更多人来关心我们弱势。四方这次总共准备了385份普渡众生的物资箱，送予弱者甲指定的弱势家庭。若本天津仁波切也希望未来会当将这份温暖扩大到其他各区，甲市府同齐携手照顾弱势。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台南市幼儿教育发展协会举办共荣共好幼教创业论坛，邀请学者针对私立甲准公立的幼儿教育目前的制度进行分析甲讨论，希望政府会当听到因的诉求进行改善。我们每一次去送审这个所谓的收费的时候，都有个问题，他说你这个东西太高了，或者是怎么样？那我们去把这个公立幼稚园的收费跟我们这些私立幼儿园做个比较，那不是很合理吗？就有一个评鉴的一个标准嘛。补助的标准到底伫咧倒位？台南市有将近600间的幼儿园，分公立、私立、非营利，总共4大类。政府虽然推出一项政策，也毋过处境线拢无共款。台南市幼儿教育发展协会举办论坛，邀请第一线业者甲教师、甲专家学者共同交流、分析甲探讨。私幼的处境当然是艰困的。第一个少子女，
第二个，我们的幼教师非常的缺乏啊。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收费目前在一定的额度限制之下，我们想要。当然，我们想要做任何事情，经费的来源是最主要的。无同结构的幼儿园，政府的补助拢无同款，甚至连收费为每个月1000外块到2万块拢有，非常的混乱。台湾的少子化，低数幼稚人数逐冬减少，连教师的人才也伫咧减少，人力不足的状况之下，教师的情绪管理甲管教方式也受到各方重视。目前因为特殊儿真的是比较多，比例稍微高了一点点。那我们的人力在现场的人力方面确实是不足的。那如何控管老师的情绪，也是我们主要的课题。那目前政府有提出所谓的1:12的这个数字。那在我的看法是，不管是1:12或者是1:15，甚至未来可能走向1:10，那都只是一个数字的问题。主要是说我们面对的孩子是属于什么样的孩子？那因为目前我带的是小班，所以呢，小班的部分我们就会跟孩子多沟通，因为我们会以他们现在现有的状况，然后去因为每个孩子的状况都不一样，所以其实每一个孩子可能我们要沟通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因为每个孩子他们有自己每个孩子都是个体。那我们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们就依照这个孩子的状况去做引导。各个幼儿园先天条件无同款，政府就算提供补助。空间也无法度全面达到一定的水准。台南市幼儿教育发展协会建议政府应该保持开放的态度，希望未来任何幼教政策甲议题拢会当互相沟通，互台湾的后一代拢会当得到上好的照顾。台南新闻顺怀采访报道。市长王伟体日前出席伫新加坡举办的第14届亚太兰花会议甲展览。伫闭幕式致辞的时阵，向在场各国代表宣告，2025年台南将主办第15届亚太兰展，而且台南也将伫明年主办第23届世界兰花会议。同时，伫未来2档世界3大兰展嘛拢伫台南。每3档举办一摆亚太兰展，首次伫新加坡举办，超过60间当地甲海外业者参展，展示超过100种以上的兰花品种。台南市长王伟体特别前往新加坡参加。APOC will be held in Tainan City in 2025. We sincerely invite you to visit Tainan to join such a grand orchid event and get to know this city's rich history, culture, delicious cuisine, and nature resources. Looking forward to see you all in Tainan. 王伟体伫亚太兰展闭幕仪式当中，全程以英文致辞，伊介绍台湾有兰花王国的称号，世界当中每3蕊兰花就有1蕊来自台湾。其中台南出产的兰花，仅占台湾兰花总出口的一半。可以看到，在我背后就是我们台湾兰花协会以及所有台湾的优秀的农民，他们所种的这个兰花来这边参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我想，台湾作为兰花王国，实在是当之无愧。因此呢，我想第15届亚太兰展在2025年由台湾主办。那接下来的世界兰花会在2024年，就在明年。也是由台南主办。台南成功争取到明年度的世界兰花会议，暌违21档后再度主办亚太兰展，非常的难得。市长王伟体也特别参观亚太兰展的展场甲单位的规划，作为台南后续接办举办国际级兰花活动的参考。台南新闻综合报道。感谢你收看8月2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